香港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澄清，喺閉門會面提及選委會選出嘅人，如果中央唔任命，會出現憲制危機。呢一番説話唔係針對任何人，亦都唔係自己參選嘅考慮。林鄭月娥喺競選辦外澄清，萬一中央唔任命選委會選出嚟嘅人，會出現憲制危機呢番説話。解釋呢個唔係參選考慮，只係有人提起呢場選舉，佢好機械式咁引基本法講事實出嚟，引嚟咗一啲嘅誤會。咁我係感到非常之唔好意思嘅。呢個人雖然係離咗職，但係仍然係好有官員嗰種嘅心態，甚至可能係仍然好政改 mode。我係絕對冇話去批評或者係評論今次特首選舉嘅參選人，包括我自己。被問到有冇反省表達方式要改進，林鄭月娥話做咗36年官，第一次改變身份，要時間適應，仲要應付搬辦公室同搬屋。午夜嘅時候先發覺，原來呢個單位嘅廁所呢，我連廁紙都未可以去到，咁我就走咗去嗰度間便利店。諗住去買一兩卷廁紙啦，咁但係原來便利店係冇廁紙賣嘅嚇，咁所以結果係又要搭的士咧，喺半夜三更咧翻去政務司司長嘅官邸，咁所以我只係想同大家分享咧，呢幾日對我嚟講，一生人咧係發生咗好多事，咁所以我就要不斷咁適應，係咪不斷咁學習？大家希望俾我一啲嘅包容啦。佢嘅競選辦喺灣仔會展廣場，大約1900尺，連水牌都未有。台頭冇擺家庭相，淨係擺單人相。佢話丈夫同細仔都唔會助選，大仔就話唔介意，但佢諗緊俾唔俾佢幫手。家庭係低調講咗啦嚇。林鄭月娥同傳媒閉門會面嗰陣，被問到擔唔擔心有人提名佢，但投暗票嗰陣唔投佢，最終會輸。佢直認有可能，都驚，因為有商界話佢唔識經濟金融，識使錢唔識揾錢，搞福利主義偏幫基層，甚至驚佢行社會主義。佢又話呢場選舉得1194人有票，民望係重要。如果贏咗選舉，輸咗民望，施政會更加困難。而競選辦再有新成員，醫生潘德倫，前羽毛球港隊陳念慈會做副主任。對我嚟講，個心理質素係完全冇打擊嘅，係嘛？咁啊要等第啲參選人自己覺得有冇俾人打擊啦。如果林太呢真係為咗避免憲制危機，咁啊辭去佢個官職出嚟參選呢，咁我尊敬佢個服務精神嘅。佢又話會繼續接觸唔同界別選委爭取支持，但話好多選委都反映想同各參選人會面之後先決定提名邊個。現時答唔到有幾多提名票，不過相信自己有機會入閘。香港立法會4名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，羅冠聰、劉小麗以及姚松炎申請法援不獲批。社民連梁國雄就指出，收到法援處嘅通知，指佢嘅案件有較高嘅勝算，有可能獲批法援。本身係有嗰個法援可能，我都覺得成個嘅程序係不公義嘅。其實諗都唔使諗，我哋4個一定要有法援啦，因為梁振英走去 DQ 我哋係用公帑噶嘛。我哋4個如果冇錢打官司而冇咗個議席，係對於香港嘅選舉制度嘅一個侮辱。司法覆核暫時排期喺下個月8號審理。羅冠聰、劉小麗同姚松炎話會就法援結果提出上訴，同時要求法庭延期審理司法覆核。法庭星期1會處理有關申請。為支援4名議員應付司法覆核訟費而成立嘅守護公義基金，就喺香港眾志嘅維園年宵攤位義賣曲奇。發起人陳健民話：目前籌到260萬，距離目標仍然差240萬。但係若果4個人最終得唔到法援，基金有可能要將籌款目標提高到1000萬。香港政府喺施政報告中提出，收緊領取長者綜援嘅合資格年齡至到65歲。由陳耀忠報導。今屆政府最後一份施政報告，社會福利開支增加近50%半，
同時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，由60歲上調至65歲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預計最快出年下半年實施，第一年有大概2000人受影響，強調咁做係因為呢個年齡層嘅長者好多仲好健康，可以出嚟做嘢。整個社會環境就變咗，60歲就相當年輕，65歲呢先至2蚊乘車優惠，我哋都65歲啦，醫療券65歲啦。第一樣嘢即係個政策上面一個協調翻佢，統一翻佢。第二，實際上咧勞動市場而家咧亦都好多空缺。至於全民退休保障，張建宗重申財政上難以持續，加上香港人口老化，政府未來10年有機會出現結構性財赤。全民嘅真係人都有個機會攞呢，的確係免咗爭拗嘅，亦都係大家開心。但係即係事實就係咧，我哋第一喺嗰個融資方面呢，唔係咁想像中咁簡單啊，好繁複嘅修例過程，淨係喺一個辯論期間，我相信都要一段好長時間。第二，你加稅呢，始終都係敏感。繼續被追問下屆政府班子會唔會有佢，想同邊個特首參選人合作呢？張建宗就話：邊一個做行政長官呢？唔係我考慮因素，最緊要個邊個行政長官會唔會覺得我係有用，係起到一個貢獻嘅作用，同埋發揮到我嘅作用，呢個最重要。農曆新年就快到啦，一連7日嘅香港年宵市場已經開鑼，唔少攤位都可以見到雞嘅蹤跡。由江允堯報導。雞，全部都係雞，真係全部都係雞。唔使騰雞，呢一度係維園，唔係街市，隻雞都咁健康，保證冇禽流感。超級雞議員選舉，口水雞、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，弱雞肯日，弱雞不怕。撞正特首選舉年，就算你同我都冇票，一樣有得揀。4隻公仔，你揀邊隻返屋企呢？玩埋食字，連雞尾包都有價有市。佢嘅原意就係將所有麵包剩低嘅材料就撈埋一齊啦，就做到雞尾包嘅。我哋香港人應該要識得將所有融入埋一齊，做樣更加好嘅嘢出嚟。就係呢一句，令呢一個雞尾包成功突圍，攬住佢返屋企。佢哋全部都係賣雞，即係雞髀啊乜嘢嗰啲，但係佢係雞尾包啊，同埋有香港人嘅精神喺度咯。一齊發落去，要學立雞群，呢一班大學生偏偏唔靠雞。好多人將個焦點放咗喺個廢字度，但係其實廢字入邊呢係有個發字。想發新年財，仲要落埋嘴頭。知唔知廢錢最需要咩啊？最需要咩？係女朋友攬住佢先，舒唔舒服啊？好舒服啊！有冇興趣要翻個先？行年宵人多攤位又多，要揾路一啲都唔易。有科研公司就整咗個應用程式，用 GPS 定位顯示晒所有攤位，大家就唔怕蕩失路啦。計埋維園，全港15個公園同埋遊樂場都有年宵，一年7日開放至到年初一凌晨。同大家講下天氣啊！灣區今晚有雨，聽日部分地區繼續落雨。今晚最低氣温係46度，而聽日最高氣温將會回升至52度。稍後同大家報道，台灣有過萬民眾上街抗議政府推動改革年金制度，削減教師等公務員退休金福利。